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张家班走到今天，不知经过了多少阻力和障碍，只是我们坚守自己的方针与信念，去冲破一切，来继续我们要走的路。下面这首歌可说是我们的写照，今天的我相当今天的张家班，由我张雅琪演唱，请大家慢慢欣赏，谢谢。